皇上，皇上。什么不是呀？天哪，你这身打扮。 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啊，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，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皇后呢？皇后现在比朕的架子都大吗？ 快去请他去。是。来，哎呦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催你呢。哎呦，知道了。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有了冯昭仪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儿。是。 参见皇后娘娘，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皇上，我减肥呢。啊，皇后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哼，说谁？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她，你已经被她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。 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。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，都是源于臣妾。 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，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，皇上。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。妙莲。 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，好吧？朕今天都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，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。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的侮辱你，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
妙莲啊，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我求你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风昭仪，我是冯凤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！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冯妙莲，我最恨你一副高风亮节的姿态。我们从小斗到大，我处处都比你好，就总输给你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想到最后。参见各位娘娘，参见陈昭仪。你可是去恭喜皇上的？是啊，妹妹命苦，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的了，自己知道不可以再伺候皇上，也就死心了。不过在恭喜皇上之前，倒是要先恭喜姐姐啊！啊，为何恭喜本宫啊？姐姐你怀有龙种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把皇上让给其他女人去侍寝，这样不是给姐姐分担负担了吗？就可以安心养胎了呀。那倒是。如果八昭仪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很快也会有龙种吧？这样姐姐们又可以为她去分担。哎呀，真是姐妹情深呢。本宫无法侍寝皇上，想必妹妹也没有这个机会吧？同病相怜之人，又何必在这儿？不，妹妹跟姐姐可不是同病相怜。姐姐你有龙种，妹妹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再加上我这身绝症，在皇上的眼里，我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也不必绝望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又回心转意了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过去已是风雨。姐姐妹妹们，你们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册封昭仪一般会庆祝3到4天呢。哦，哎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娘娘，你等我啊。
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参见陈昭仪。那个，我们家娘娘突然病发了，奴婢这是要扶我们家娘娘回寝宫服药呢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这病可传染给龙太监。好了，回去赶快吃药吧。是啊。娘娘小心啊！皇上怎么大白天还查窗户啊？什么是查窗户？就是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站住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参见皇帝陛下。起来，起来！刚才私闯朝阳宫的是你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又要耍什么手段？你又想挑拨陈昭仪，一起陷害巴尔辛安？你处处算计，以为就会得到朕的宠幸吗？谁要你宠幸？你要不是皇上的身份，谁会喜欢你？打得好！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皇兄，冯昭仪姿色已衰，又是绝症残躯，竟然在这儿出言不逊，倒不如提前将他处死，昭告天下，这就是杜父的下场。三弟的话，朕本该采纳，不过看他也活不了多久，朕就饶他一死。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要娘娘不死。以后朕做什么事情自有主张，容不得你来指手画脚。是，臣弟告退。吓死我了！那天我的小命怎么办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娘娘，来，娘娘。你还笑？你看你刚才吓那样，逃走你都不会啊！要想活命就闭嘴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暗箭男人，你放开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充当什么好人啊？刚才还立即谗言，巴不得我死呢。哼，蠢女人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小命早就没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个暴君没有公然处死我，就派你暗中来毒死我。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将我抛尸荒野？就你现在这副要死的样子，谁有闲工夫来害你？死我倒是不怕，不过想到要被分尸、被毒死，还是挺冤屈的。这有什么奇怪？
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呢？贱男人，你干什么好心要帮我啊？我马上都快死了，你要色，我没有；你要财，为了取暖和吃饭，我把值钱的东西都赏赐给太监和宫女们了，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妙莲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对你放手。别吃我豆腐！小叔子勾引嫂子，你哥哥知道吗？你是嫌我死得太慢，还是自己活得不耐烦啊？哼，本王也不管你的死活了。那滚吧！这是家业国师给你开的药，记得服下。药我收下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翻滚吧，牛宝宝？疯了，一句话也听不懂。皇兄不杀你才怪呢。哼！开门，快开门！您呐，宫女姐姐。三王爷，好生照顾你家娘娘。是。恭送王爷。娘娘，三王爷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你啊。娘娘，今天的饭菜好丰盛啊！这么多好吃的，柳儿，快呀！娘娘，你吃啊！哎，等等，不疼啊！来吃，娘娘你先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谢谢娘娘。哦。完了，娘娘怎么了？死囚在临处死之前都要饱餐一顿的。我今天得罪了皇上，他不会在菜里下毒了吧？娘娘，我不想死。圣旨到！娘娘，皇上口谕。皇上口谕。即日起，冯昭仪去皇家永寿寺休养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公公慢走。走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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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下完了，去了永寿寺就等于永无翻身之地了，娘娘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衣服去。娘娘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？你等于被皇上彻底遗弃了。哎呀，你傻吧你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这里男人跟男人斗，女人跟女人斗，男人跟女人还斗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就是为了一个臭男人。你看我天天穿成这样，跪来跪去的，我膝盖都跪肿了。现在能去永寿寺，那真的是各路神仙显灵了。显灵娘娘真的疯了。
阿弥陀佛，娘娘里边请。娘娘，你慢点儿。可算是自由了。娘娘，哪里算是自由啊？这里可是比冷宫还冷，以后只能陪着菩萨了。陪菩萨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总比陪着暴君强吧？天天看那么多情敌，冷眼冷脸的。可是娘娘，宫里的女人，她们……柳儿，不用担心，生死有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娘娘，我去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您早日康复。哎，傻柳儿，菩萨只受香火，不管治病救人。娘娘，话不能乱说，菩萨听到了会不高兴的。菩萨要是那么小气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娘娘，怎么那么香啊？是迦叶国师种了花草。迦叶，迦叶在这儿。嗯。哇，好多花啊，好香啊！这个是什么花啊？怎么是黑色的？这是迦叶国师从印度引进的极片花种，很珍贵的。娘娘请。娘娘，阿弥陀佛。国师，国师，娘娘，我带你参观一下给你安排的住宿，看看你是否满意。别叫我娘娘，叫我扶风或者妙莲都行。娘娘的名讳，小僧岂敢乱称？国师不必在乎那些陈规陋俗，叫我名字还自然一些。请吧。请。娘娘，请。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。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。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
制完毕。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啊。蛋疼？这么好的天气，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义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1000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了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
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！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1000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00-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
这么久了，皇上一次都没有提及冯昭仪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哪放得下心啊？走了一个冯昭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什么周昭仪、王昭仪的。皇上年过而立，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如今宫中嫔妃里，除了主子您，有谁还足以母仪天下呀？巴尔沁是波斯女子，皇上再宠爱她，那也没用。自来没有立外族女子为皇后的道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我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呦，主子，您何必担忧啊？您即将临盆，生个龙子，皇后的位置就是您的了。我倒是想生个龙子，可万一要是生个龙女怎么办？这不行，只要冯妙莲还活着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你看，娘娘，气色好多了。家业国师果然厉害，多亏了家业，要不是他，我早死了。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家业国师救活了您，您就该好好珍惜。哼，娘娘，我给你包的药还在炉子上呢，那你快去啊！哎呀，那我先去了。怎么总是想着他呢？一想到他，我的小心脏就砰砰砰啊！什么情况？黑人啊，帅啊，会拿刀，想整死我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要色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李小龙，哈！因为我还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嘿，请选择哪样一个？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撤！
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多少坏人啊！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哪，我到底积什么德了？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！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贱女人，你来干嘛？我没被人杀死，你很失望是吗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蠢男人！你离那个家业远一点，他就是个妖僧，他用自己的鲜血灌溉花朵，诡异的很。人家用血用尿用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牛宝宝，你快滚吧！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倒霉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，来人呐！娘娘，你说这次是谁要害你啊？除了陈妙之，还会有谁啊？不过我也想过是不是皇上，可是你想啊，皇上都已经把我贬在这儿了，我就算是孙猴子，我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啊！我知道了，哎，娘娘，您歇下，我呢，再去跟菩萨多磕几个头，让他保佑您早日回宫，早日再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啊，求你了，你还是保佑我在这儿当尼姑吧。娘娘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柳儿，你说国师和皇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国师怎么能跟皇上比呢？皇帝陛下那是95之尊。不过娘娘，你非要让国师跟皇上比的话，国师比皇上长得好看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哎，娘娘，那你说说皇上和国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星座你懂吗？哎呀，就跟生肖差不多了。皇上肯定是天蝎座的，他冲动、暴躁、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极强。娘娘，他后宫都3000佳丽了，他见到美女还跟小公狗似的。家业就不一样，他肯定是处女座的，他做事认真、专注，又善良又单纯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浑身舒服。娘娘，国师是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处女呢？我跟古代人没事聊什么天儿啊？走吧，娘娘。妙龄，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心有灵犀，
正是在这里，朕曾向你许诺一统天下后，封你为朕的皇后，共同坐拥江山。可是为何你生病之后，却变得连朕都不认识了？妙莲，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我怎么会跟和尚接吻呢？迦叶，啊，迦叶！进来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迦叶，我刚才看见你，怎么用血来浇花啊？请坐吧。那个叫长生花，必须用血液浇灌才能够开花。给你服用的药就是用长生花的汁液炼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喝的都是你的血？你疼不疼啊？迦叶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迦叶，我能跟你说一个秘密吗？说吧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你们这个朝代了。他们都误认为我是冯昭仪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冯昭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了，他们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我的世界中。那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的吗？我如果要回家，就要先找到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，那儿才有回家的路。莲花山大天坑？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去到那儿的？我以前一个人经常背包旅行的，我还是剑走剑将呢，一天走个180里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
行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可要好好疗伤啊。疯了！我肯定是疯了！我怎么会喜欢上迦叶呢？那可是和尚啊！天哪！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！柳儿，娘娘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禅房看书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陈昭仪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而且晋升皇后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娘娘，您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不难过啊？我为什么要难过啊？我可没有功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哎，柳儿，你帮我去做解阳素斋去吧。记住，要用真正的鸡鸭鱼肉来做，做成素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！这是寺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吃荤啊！哦。来，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又劳了。迦叶，六根清净，众生平等。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男人。色即是空哦。味道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吃过的斋饭都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正愁怎么感谢你呢。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。我看这个就不用了吧，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我送斋饭的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啊，不劳烦不劳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会离开寺院一段时间。离开寺院？皇宫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办，你的身体已经无妨，就是多注意静养，另外就是要注意冷暖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快下雨了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八昭仪已经故去多日，您节哀顺变，身子要紧呐。想起八昭仪的一颦一笑，朕心如刀绞啊！哎呀，皇上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这个道理，朕岂会不知？朕只是心情不好，散散心而已。哎，冯昭仪怎么样了？啊，回皇上，娘娘身子已经痊愈了。已经痊愈了？啊，太好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传她过来拜见皇上？不用，朕亲自去看看。
找死我了！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去啊！妙丽，朕来看你了。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谁的医术这么高明啊？是迦叶大师。迦叶，朕以为他只是会点法术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。也许，他恰恰只会治我这种病而已。妙莲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朕甚是牵挂。既然你身子已经痊愈了，明日就回宫吧，朕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宫了。朝阳宫现在空着，就等你回去呢。你已经有那么多美人陪着你了，你不少我一个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宫了。爱妃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啊？朕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的。你会怎么好好对我？让我当皇后吗？我可不想当你的小老婆，被皇后和八美人之类的欺负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一再的逞口舌之力。怎么，你又要打我，还是杀我，还是把我关进冷宫？这不就是你的宠爱吗？朕现在让你回去。我不是冯昭仪，我不回去。你不是冯昭仪是谁啊？备车，接冯昭仪回宫。冯妙莲，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还是回来了。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。娘娘，恭迎娘娘回宫。娘娘，我们终于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之前住在这儿的八昭仪呢？娘娘，八昭仪刚住进朝阳宫不久，陈昭仪说朝阳宫是不洁之地，还请了一个法师驱邪。八昭仪身染恶疾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恭喜皇后，又成功的干掉了个情敌。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这话万万说不得。
冯昭仪回来以后，情况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特命上宝司制就金宝，赐给了冯昭仪，使她享受同皇后一样的待遇。另外，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，甚至超过皇后的喜寿带。什么？哦，还有寿带上还镶嵌着12颗猫眼石，价值连城。同时，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雕琢后的玉佩，说是当年的和氏璧，具有驱邪镇定的功效。好了，我贵为皇后，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。好啊，你个左昭仪，